来看台南好盛堂12年一届的王献大典，顶一回王船出抢辽境已经是36年前咯。这届佫把这王船请出去辽境，民众三钱要看。庙方表示讲，因对1940年举办到今拢无登过，也要把这文资处申请市定民俗，把这项活动保留落来。 水 NOD 当咧开水路，头前有家长团的扶持，双边兼有民众斗扣色，扣的就是这只24尺长的王船，大部分的王船便若出厂就准备要烧化。不过这摆台南好盛堂一去年才一考的王献大典，是当36档王船开工了后，佮出厂射境7公里，这嘛形成府城旧城区真罕见的景象。标方讲主要是12运王伫疫情尾声要来消灾解厄，嘛请真侪民众来求王船求平安。因为头前入面溜到遮传承啊，因为因即间拢无登过，因为别间有登过，你若登过一届，讲较白就是无机会，佮继续下一次。跟着孩子走走好玩。 开就忝，不会啦，开心就不累。王船出来受咱民众来雕拜，王船呢来祝福，甲这无形的嘛收转去。这个代天巡守的王船保男是由传统工艺保存者王明贤用3个月时间完成的，全部拢是照寸步用纸糊的，把展现真侪古纸工艺风采。文书工作者指出，无论是狮头、铃，也是红顶星宿，看起来唔干那立体尔。 这嘛，互王船更加神圣。双铃的部分伊是拢用手工落去捏的。你若看到船边有一寡较细尾的铃讲实在，伊是用一般便的这的纸落去夹的。最近这几档要看到讲船会当用手工捏这的铃的部分，这只船可能咱会当好好来欣赏安尼。大典的重头戏送王仪式，按算4月初6第3群新举办。北方表示，王献大典对1940年到今摒世传承，从来唔捌登过。这回庙方除了出版庙志，甲文化点点滴滴记录落来，嘛向市府申请市定民俗，希望甲地方民俗发扬光大，推向国际去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